一起步嘅時候咧，咁都算出得齊啊，慢咗少少，居然係隻雨中威廉啊！咁啊出得快啲外檔啦，雪飛航就快少少啦，內檔嗰邊隻海西起步都快啊！貼住欄嗰邊黃衫啊再爭勝啦，咁啊跟住隻大夫大王都喺前面嘅，然之後外檔喳喳聲要走翻上嚟就雨中威廉啊！熱門嘅防守第6位嘅啫，拍住佢嘅宿敵山嶺漢啊6、7位之間啊，跟住佢哋嘅馬咧仲有角鬥士啦，然之後咧仲有再度遇見嘅，咁再下一陣嘅馬啦就先至見到呢木塔納啊已經尾3噶啦，幸運少年留喺後邊尾2啊包緊尾暫時就必榮威嘅，好啦跑咗400米到啦嘛，前面一對同彩嘅馬咧都預期帶放到啦，帶緊頭嘅就雨中威廉啊，守住第位咧俾佢頂一頂個雪飛航啊，外檔埋到嚟咧有啲捉唔住啊大夫大王嚟嘅，守住第4貼住欄就海西啦，然之後咧呢個防守守住個第5位咧呢個位3位嚟嘅走出走入都得，喺佢內側黃衫啊再爭勝嘅，然之後嗰隊再度遇見啦山嶺漢啦，再跟住咧仲有角鬥士喺尾嗰3隻啦，咁就幸運少年啦木塔納同埋包緊尾嘅必榮威啦，好啦跑咗半路程啦，向住最後直路進發嘅時候啦，咁啊前面帶緊頭咧仲係雪飛航噶，呢個大夫大王捉唔住啦，上嚟過頭添啦，守住第3位嘅咧暫時咧仲係呢個雪飛航嘅，咁呢個防守咧哇出定去個勢都幾好喎，內檔嗰邊咧就仲有海西啦，掟出外檔上再度遇見山嶺漢啦同埋角鬥士嘅，入到嚟之後直路嘅時候前面帶緊頭咧呢個時候就大夫大王啦，外檔啲馬開始冚上嚟咯，再度遇見啦山嶺漢啦，防守幾隻都衝上嚟噶啦，但係前面嘅大夫大王仲未停啊，仲係佢帶頭嘅，但係上到嚟嘅馬咧山嶺漢啦，外檔就再度遇見中間海西嘅，不過前邊呢個大夫大王咧，喂睇個勢走甩喎，越走越順喎，個勢贏得噶啦喎，佢將第1名大夫大王，第2名啦海西，第3名咧再度遇見啦，第4名就山嶺漢噶，哇！結果大下大甩咗啊大夫大王，係啊放得好哇！呢順個賽果其實佢都有啲捉唔住嘅，啲馬有啲搶口嘅喎，大下大甩咗啊！結果啊，咁但係後邊嗰啲你諗住個勢啊過嘅，過嚟過去都係過唔到噶。喂嗰對3歲咧衝下咩事衝下，以為山嶺漢會衝得好，但係都唔係好多。嗱，第2名係海西添咋，仲要係哇！都係擺前。係啊，再度遇見啊第3，山嶺漢就第4啫，防守就冇埋嘅。幸運少年就喺個2